花西在地新闻，好来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这个高雄市消防局特殊中队的搜救犬队，因7月半时来拜9好兄弟啊哦，专工来准备着9罐头、9饲料、9死守啊，还有狗仔专门在耍的佚佗物啊，而且有济的这个搜救犬嘛对咧祭拜，真高水。 7月半，办普渡高雄市消防局搜救犬队领犬员嘛带狗做伙来拜，拜一拜，接着佫拍咧1拜再拜3拜，为着要互因拜了会负责，领犬员拢提早间训练。除了拜拜有练过，祭品嘛无相像。这也是零食，还有他们最爱吃的狗罐头，然后有球啦，他们最喜欢球，然后有些会笑啦，他们生前最喜欢的。 捌做伙出任务，日日甲领犬员做伙，为了往生的搜救犬，这摆普渡特别为因准备。他们念念不忘，还是会思念他们。那也没有其他什么节日可以庆祝他们，刚好碰巧7月15号就中元普渡，那我们大家就尽一点心力，帮他们准备他们生前喜欢吃的零食、玩具。 高雄市消防局搜救犬队以着普渡的方式，非常感念甲敬意，多谢这辛苦的赤脚英雄。